前的黑点和异物不见了，白内障、青光眼、玻璃体混浊、黄斑变性、飞蚊症、乳皱眼、角膜炎、结膜炎。一是成都市永安路西一段161号百花中心站对面。人家飞人家啊！22.38。第几排的？第5啊，第4啊，第5？美国的。
出去买噻。我先把东西放那儿养啊。方便面，这整面嘛，2.5块的，康师傅的。那个？咸菜嘛。没得5角的货，这种。5角了。哎。好几片哦。不要这个，我来走。1块。拿10个。袋子。你要想买？那可不可以再给我有个大点儿的？我把那长起来。哪个？看。这个7块5。繁华今年在小边侯爷味儿，这还有袋糖。8块5哦。有没有还有大袋子啊？没得。没有了，我用第2个。你是不是尽量你尽量为你自己尽量的？哎，这是我的这样。不行，我给他蒙着。那我衣服只要不要了？不要了。那为什么不要？我还能等再涨呢。你不要把小米拿回来了。我没给钱个，不好意思。就是你自己自己的。就是嘛。不好意思你。有5角的吗？啊？有5毛的不？零的。5角。有。